即马我再逼出伫金门某一间国中内面有一位查甫的代课老师，伊会找这查甫学生来翕一寡较肉感的相片，这时间是有几多年。学生是等到较大汉才敢甲这代志压出来。目前初步统计受害者是8到30个人。学校调查了后，认定这个老师有共性骚扰，已经停止聘请，而且伊一世人袂当正做任何的代理或者是代课的老师。若讲到这铁路警察共款逼出性骚扰当事的情形，司法目前正在调查。学校阁出现性骚扰的代志。伫金门某一间国中，一个查甫代课老师传出几啊届招查某学生翕肉感的相片，互学生感觉真无爽快。这个时间有几啊年，包括已经毕业的学生，有要30个人受害。学校4月份成立调查小组，即马调查结果出来，认定性骚扰成立。超越了师生的一些关系跟身体的界限，情节重大，所以认定他是性骚扰成立，给予终止聘约，并终身不得聘任为兼任代理及代课教师。第一原则一定是保护孩子，至于孩子的身心的辅导的部分，我们也会进行。家长如果要主张任何他的权益，我们也绝对会提供必要的协助。教育处表示，会依法召开县级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。严格审查学校专案调查的程序，甲处分的措施。性骚扰的事件毋单只一件。铁路警察局传出有查甫警官几啊届利用执行公务的时阵，甲女警察性骚扰。铁路警察局表示，内部调查结果是事实，有家记一支大告，而且送地检署侦办。经查，被申诉人言行失检，情节重大，而予记大过处分，并将函送社会局裁罚。这个事件会逼出来。是因为有一个女警察送公务人时阵，去有查甫警官卡来手来。这个查甫警察原本就是讲伊是无识字的，事后问其他的查甫同事，发现因有类似的经验。这个查甫警察无愿意去吞论，转去申诉。然后这个查甫警官除了去互处分，所来嘛会面临司法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